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7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鹤岗。鹤岗最近几年在网上非常火，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炒一阵子。鹤岗一度成为这个低房价的代名词，这个房子成了白菜价的一个象征，每年都要上几次热搜。它这个热搜都是跟低价房有关系，但是这一次鹤岗又上了热搜。这一次不是跟这个房价相关，而是要跟鹤岗要建机场相关。鹤岗在大家的印象里面，那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外流严重，要不然房价怎么那么便宜，2-3万一套。有全国有很多不如意的人，或者是买不起房的人，有人选择去鹤岗买一套房，实现自己的有一个家，有一套房子的梦想。这一回鹤岗却要建机场。今天这个南方周末它有一篇报道，叫12亿元建机场，网红鹤岗要起飞，打了个问号。它这个南方周末它的前言部分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机场不仅是地缘政治资产，还涉及未来的空域资源的产业布局。先建机场再谈发展是一种典型思路。这个话听着好像就有点问题，先干了再说，先把钱扔下去再说，有没有效益，是不是浪费，那以后再说了。这还是一种粗放型发展。下面他说到他说各级政府对机场的补贴本质上是点上撒金，面上收银，通过交通改善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确实不知道这个鹤岗还有什么产业。我的印象中好像2023年还是哪一年，有媒体报道鹤岗政府不已经破产了吗？现在突然要花12亿修个机场。我们看看这个南方周末它正文是怎么报道的。他说近日黑龙江边境城市鹤岗获批新建罗北机场，投资12亿元，计划2027年通航。宣告这个历经逾10年谋划的项目终于从纸面走向现实。鹤岗是收缩型城市的代表，近几年因低房价现象吸引社会关注。安居客数据显示，该市当前二手房均价1826元每平，这个价格是相当亲民的。新房均价是3100元每平米，仍处全国第一位。此次获批建设的罗北机场被纳入黑龙江省及国家“14+5”规划，属于重点新建支线机场。这一项目背后是地方政府在产业转型与边贸开放等多重考量下交通布局，也是资源枯竭城市寻求经济突围的尝试。先建机场再谈发展。2025年6月27日，民航东北地区管理局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批复罗北机场初步设计，项目进入施工阶段。根据批复，鹤岗罗北机场飞行区等级为4C， 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5万人次。说事实上早在2013年鹤岗市便启动机场规划，2016年该项目被纳入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直至2022年7月，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批复，同意新建鹤岗民用机场，明确按民用运输机场建设。机场的建设审批是非常严的，新建运输机场首先要纳入国家及行业发展规划，经可行性研究，就是可研报告、长值审核等环节，最后等待审批。按照惯例，从立项到通航，大型机场建设周期通常在5到8年，有的甚至超过10年。作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鹤岗长期依赖煤炭产业。启动机场规划的2013年，鹤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全市 GDP 为320亿元，同比下降 9.5%， 财政收入 20.5亿元，下降 25%， 煤矿停产，工业萎缩，财政承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修机场，显然是勒紧裤带修机场。4年，鹤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4路，
也就是铁路、公路、水路、空路同建，叫四路同建呢。机场被视为对外交通体系的重要一环。同时，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也多次强调完善东北交通网络，支持支线机场建设。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于潇向南方周末表示，他说，对于资源枯竭城市来说，机场不仅是地缘政治资产，还涉及未来的空域资源和产业布局。先建机场，再谈发展，是一种典型思路。那这不就是拍脑门吗？是先建机场，再谈发展。如今交通方面，鹤大、鹤宜、鹤鸣3条高速公路已形成鹤岗市外部交通骨架。嘉鹤铁路使鹤岗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机场建成后，当地将具备水陆空立体交通体系，意图强化对外联通能力。那这个修机场钱从哪儿来呢？2024年鹤岗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说机场目前已获得国家民航发展基金3.46亿元上线支持。民航发展基金的3.46亿。李小金介绍说，中央财政拨款是地方机场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其余资金则来自省级、市级财政拨款，还有机场建设主体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等。各渠道资金来源占比要看具体情况。2022年鹤岗 GDP 409亿元，财政收入34亿元，较上年增长 8.3%。2023年 GDP 降至384亿元，财政收入则增至59亿元。2024年 GDP 继续降至380亿元，也就是鹤岗的 GDP 是连续这几年都是稳中有降，稳稳的在下降。而人口呢，鹤岗的市户籍人口从2013年的超过100万人，现在降至不足94万，这是典型的人口在外出流，对吧？这10几年里面少了10万。点上撒金，面上收银，这个鹤岗机场能否盈利？如果你花了12个亿修个机场，能够盈利，那也是好事。实际上，全国的民航就是航空公司，你可以看看财报，这个都是公开的。南航、东航、国航、春秋，还有其他的航空，他们的盈利状况、经营状况都在赔钱。我记得是西安还有哪个什么航空，就剩1架飞机了，还是租的。那机长都已经开始送外卖了，开网约车。这个我记得前一阵子咱们节目还介绍过，只是我把名字忘了，应该是西安一个什么航空公司。完了之后还欠薪多少个月，这是航空公司。那机场，咱们湖市也有机场上市的。也就是全国的机场，这亏损也是屡见不鲜。那在鹤岗你修个机场，虽然是支线，它能不能盈利？全国机场亏损已成常态。2024年民航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机场营业收入1137亿元，整体净亏损131亿元，也就全国的机场加在一起是亏损的。机场收入主要分为航空性和非航空性2部分。航空性呢，那就是包括什么起降费、航站楼使用费、旅客服务费、安检费，那这个肯定是跟你这客流量有关系，还有航班量，你航班越多，班次越多，你的旅客越多，那么咱们坐飞机不好像什么机场建设费吗？50块钱或者多少块钱，好像是有，现在有没有取消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跟航空性的业务，这是机场的收入。另外一块收入就是非航空性的，什么意思？比如说户外广告。商业租赁，就比如机场航站楼里面肯德基、麦当劳那店铺租赁，还有停车场，实际上也跟客流有关系。大量机场在投运初期很难实现盈利，主要还是依赖政府补贴。李小金说，也就是目前你修建机场常态就是这个机场自身很难盈利，都是靠政府补贴的。各级政府对机场的补贴本质上是点上撒金，面上收银。通过交通改善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那鹤岗有什么产业呢？2023年修订的支线航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于非高原以及高原机场，也就是海拔高度在2438米以上的航段，就是对这种特殊的机场，中央财政对支线航段补贴标准为1万元1小时，单航段年补贴上限400万元。非支线飞机则补贴0.5万元每小时，年限额200万元。
地方政府和企业需根据实际情况承担部分运营成本，实际上也是国家补贴。这个鹤岗也将谋求多元化运营模式。客运方面，机场计划开通北京、大连、青岛、南京、上海等航线，覆盖主要客源地。货运方面，力争吞吐1600吨的货油。我倒是觉得鹤岗应该开通到三亚、到什么云南、广西这些地方的航线啊，更实用啊。鹤岗规划了1600吨的货油邮政，也就是物流，那这个能不能实现？根据2023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生产统计公报，全国境内运输机场一共是260个，其中只有63座机场货油吞吐量超过1万吨，集中完成了全国货油总量的98.7%，也就是一共260个机场里面有63个机场啊，它就已经占了全国货油总量99%，就这么一个概念。剩下的1%是那将近200个机场去分，也就是其他的200个机场没有什么货油量，吃不饱。这意味着鹤岗罗北机场计划的货油吞吐量在全国运输机场体系中属于较低水平。这个李小金指出，支线机场普遍难以依靠客货运靠它的自身运营实现自负盈亏。他说，一般需达到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才能覆盖日常运营支出，200万人次方可脱离补贴，500万人次才能盈利。这是什么意思？这专家说的，你一个机场，你一年的旅客吞吐量，你达到100万人次，你才能维持日常运营。那这个运营还需要国家给你补贴，政府还得补贴，你自己再盈利一点，才能勉强让它转下去。你每年200万人次，那么你才能摆脱政府的补贴，你自身能运营下去。那一年达到500万人次，你不仅能运营下去，你还能赚点钱。你说鹤岗它整个的人口才94万，整个的才94万，你说它一年吞吐量能多少？那这个不要赔死？当然了，有人说了，说鹤岗有产业，虽然煤炭没了，但是鹤岗有石墨，这个石墨产业被视为潜在的对鹤岗机场的支撑。说石墨目前广泛应用于电池、导电材料和高温耐火材料等领域，是现代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关键原材料。石墨说起来我还挺了解的，石墨作为一个耐高温材料、耐火材料，钢包就是盛钢水的钢包，下面工人把下面那个出钢口那有2个滑板，把那个滑板一拉，2个孔对上，钢水就流下来了。再把那2个滑板一合上，2个孔一错开，钢水就停住了。那2个滑板就是石墨做的。我以前在国企的时候，在钢厂没少跟那个滑板打交道，那玩意儿就是石墨的，是耐火材料。鹤岗是石墨矿石储量20亿吨，矿物量是1.94亿吨，是亚洲第一。全球最大的石墨原材料供应商中国五矿2019年进驻鹤岗。据鹤岗市政府官网，截至2024年9月，鹤岗市石墨企业已达37家，形成了年开采矿石650万吨，生产石墨精粉110万吨，相关石墨深加工制品45万吨的产能。不过，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说，东北已有相当发达的铁路系统，机场对石墨产业的作用更多在于便利投资考察和商务活动，而非货运本身。我想这个大家想都能想得到。你说你石墨矿石、石墨产品，那玩意又脏又重，它怎么可能依赖飞机运输？那玩意又便宜，你要用飞机来运输，那肯定是高价值的。那个手机可以，手表、鲜花，这个我觉得可以。你说你石墨矿、石墨产品拿飞机运，那不够那运费的。所以专家也说了，他那儿有石墨矿，有机场，也只是方便人家去商务考察。那你说一个石墨矿能有多少商务考察？这个能带动多少商务旅客？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啊，拍脑门。当然了，这个还有人说了，那鹤岗因为是在中俄边境，那还有一些边贸业务。鹤岗地处中俄边境，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接壤，拥有2个国家1级口岸，其中罗北口岸年货运量达50万吨，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俄贸易总额达到2401亿美元，2024年达到2448亿美元，同比增长1.9%。这个基本上也到头了。这个特不靠谱，扬言要搞什么2级制裁，中俄贸易它也不稳定，那基本上你靠空运、靠航空，跟中俄贸易关系也不大。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旅游。东北的旅游资源也比较丰富，冬天去看雪，旅游业是另一增长点。鹤岗拥有龙江三峡、原始红松林等生态资源，以及矿山公园等工业遗产。近年来，低房价还吸引部分外地游客和数字游民前往，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消费。这个就存在就跟买房没有关系，唯独跟买房没有关系。你想，人都已经混到跑鹤岗去卖2万块钱一套的房子，那他基本上跟坐飞机这个就没什么关系了。那飞机坐2回、坐几回的，就一套房子就坐没了。所以你不要打这些人的主意。这个旅游有可能，但问题是旅游呢，人家更多的要去哈尔滨，更多的去那些网红的地方，什么雪乡一大堆的，跑到鹤岗旅游的还是非主流的。那我们看看这个鹤岗以前它接待游客什么一个情况？2023年鹤岗接待游客506万人次，同比增长51%；2024年接待游客609万人次，同比增长20%；旅游收入40亿元，同比增长20%。边贸和旅游虽具有潜力，但仍需长期投入与深度开发。这个专家补充到，支线机场为区域发展带来机遇，但更关键的在于如何利用留住本地人口，吸引外来客流、商贾和人才。李小金认为，鹤岗机场真正价值并不在财务报表，而在改善投资环境，推动产业集聚与加快城市转型的外溢效应。我把它翻译一下，这说的云里雾里的。这专家说，鹤岗修机场不在乎赚钱不赚钱，就叫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这么一说，大家就听懂了。2024年全国 GDP 增速为5%，有机场的城市 GDP 增长6.5%，机场所在区域 GDP 增长约为7.5%。这意味着机场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专家说，这就是南方周末报道的这个鹤岗要修机场，那12亿元建个机场，网红鹤岗能不能起飞？我觉得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浪费，因为12亿投下去，先别管是民航基金出4个亿，地方政府出多少钱，再借多少钱，关键你这个机场投入这个你要运营，你一年要达到200万人次，你就基本上政府不再往里花钱了，它自身就能造血，自身就能运转起来。如果低于200万人次，那政府要持续不断往里扔钱，维持它运营。本来鹤岗地方政府就缺钱，这房子都卖2万一套，它地相当于卖不掉，土地很便宜。那地方财政靠什么？煤炭就是叫资源枯竭，它是纯粹靠公务员经济。大家也知道，你公务员经济是一天不如一天，结果这个时候还花12亿修机场，这个和把钱往大山里面扔，在贵州修各种宏伟的大桥有啥区别呢？没有区别，没有经济价值。完了之后你还花钱去维护，没有经济效益。这个就和俄罗斯它大量的资源变成武器扔到乌克兰战场上炸掉了是一个道理，它产生不了收益。你这个机场比人家那个炸掉了还要严重，为什么？你后面还有维护，还持续往里扔钱。说到修机场，这个也奇了怪了。这个中国最强地市苏州，对吧 ？GDP 排第一啊，苏州是个地级市，人家 GDP 比那个杭州还要高。苏州那 GDP 恐怕是这个鹤岗的10几倍吧。苏州都没有机场，苏州有多少人呢？这次苏超这么火啊，光是苏超的梗玩飞了。这里面有个梗就是谁要赢了，谁就可以修个机场，奖励谁一个机场。这个就是调侃这个苏州的。你看苏州，无论从经济规模、从人口、从它的产业、从它的什么，都比鹤岗也不知道优越到哪儿去了。它到现在都没机场，所以这很有意思。有人说它跟上海离得太近，对吧？上海已经有2个机场了，你苏州再搞个机场，就形成重复建设。具体什么原因，大家可以讨论，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但是我想，如果要说修机场，我觉得苏州更有条件修，更有可能它不赔钱，恐怕还有收益。你鹤岗修机场，实际上鹤岗是它高速铁路发达，其实就够了。
如果它还通高铁，其实就已经够了，没必要再修机场。这也是重复建设，是无效投资。但是咱们这种现象是比比皆是，大家都知道可能不赚钱，但是大家都要修，各种打报告、请示，各种科研报告，先建机场，再谈发展。全国有多少地方有这种现象？这就是我们大头的钱就这么挥霍掉的。你一个12亿的工程，你说能养活多少婆罗门？上上下下，机场都是国有企业，所以说你机场一修好一运营，又能解决多少人七大姑八大姨工作。所以你把这个想明白了之后，你就发现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不赚钱，要往里扔钱赔钱，但是还要修，不修他怎么赚钱呢？不修，大头的钱怎么能到私人口袋？不修，对吧？那七大姑八大姨工作怎么安排？全国很多地方连地铁都不修了，你比如深圳报的5条线，只批3条线，就类似这种情况。有的地方这个线就是地铁已经审批通过了，但是现在也不修了，没钱。因为修好之后你还不往里贴钱吗？那修地铁和修那个机场不是一个道理吗？连深圳、成都这些地方都在慎重考虑修地铁，结果鹤岗还要修机场。这个12个亿花了 ，GDP 肯定是上来了，但是后续还要源源不断的、不停的买单，这个就能解释为什么 GDP 增速还挺快。昨天国家统计局是不是公布咱们上半年 GDP 增速是5.3%？5.3%可了不得，实际上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字。但是你说为什么牛马韭菜却一点都感受不到什么轻松呢？就是这个道理。现在 GDP 的增速和牛马的这种体感，它已经叫脱轨了，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鹤岗机场这12亿扔下去 ，GDP 肯定上去了，婆罗门受益，牛马是感受不到的。未来牛马还要买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GDP 增速不错，但是对吧？牛马韭菜却越来越累的一个原因。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